足跪姿，即係咧佢嘅手啊掂唔掂到？佢隻腳都係掂地嘅。我哋請 Phoebe 做一次咯。首先將你隻左手伸直向前伸直 ，OK， 然後你隻右腳伸直，係啦，就係咁啦。好，另外就係咧，佢可能咧，即係佢嘅核心肌肉未夠力喎，有冇一啲簡單啲嘅方法啊？有嘅，第一咧就係咧，可能咧佢淨係伸隻腳或者伸隻手先，譬如左手伸出嚟 ，OK， 係啦 ，hold 住喺度，翻轉頭，或者淨係伸隻腳出嚟 ，OK， 翻轉頭。咁我哋可以咧由呢個動作開始做起先嚇，呢個一定簡單啲，我相信大部分都做到嘅 ，OK。但係最緊要兩樣嘢留意嚇，唔好縮膊嚇，同埋條腰 ，OK。用指尖或者手掌輕輕碰你 ，OK。咁咧男女授受不親係咪？我就唔用手啦，我就用個波。咁點做啊？就係好簡單，輕輕碰佢，輕輕碰佢，啊，輕輕碰佢，係啦。咁有咩作用咧？呢個咧其實咧。當我碰佢嘅時候咧，佢要穩定嘅人企翻喺度，唔好跌咧。其實佢係即刻 engage 啊，即刻 activate 佢嗰個 core 嘅肌肉嘅。咁所以咧，我哋通常做訓練，我哋會點做啊？啊，如果我哋真係做嘅時候，我哋會係啦，就會咁樣做。OK 嚇，你唔好見佢冇喐嚇，冇喐到，但係其實咧，佢咧每一下咧都會輕輕咧啟動佢嘅 core， 隻腳要屈曲90度嘅 ，OK， 要屈曲90度嘅嚇。重點呢個係屈曲90度 ，OK 嚇。如果太窄會點啊？屈曲係啦，就係咁叫太窄啦。如果太闊咧，高過90度咧，係啦，咁咧都係唔啱嘅，要90度 ，OK， 係啦。咁然後咧，當佢做嘅時候咧，佢首先吸啖氣先，然後佢呼氣嘅時候咧，佢 pat pat 咧。就要趌上嚟 ，OK， 啟動 ，OK， 好，停一停，落翻去，手指向天花板，腳嘅膝頭指向天花板，垂直 ，OK， 呢個就係開始嘅動作，開始就係咁樣開始 ，OK， 然後點樣做啊？我哋會示範一個完整嘅版本 full version， 係啦，又係啦，手腳協調，我哋首先請 Phoebe 嘅左手同右腳伸直。OK， 完成咗啦，係咪好似啊？係嘛？係啊，我哋一樣嘅動作，之後翻轉頭，然後到另外一邊喎，右手左腳 ，OK， 再翻轉頭，用膝頭哥去做平板支撐 ，OK， 好，咁啊又麻煩 Phoebe 試一次咯噃，一樣下我哋咧嘅 set up 一樣，我哋咧又係嗰個咧手踭枕喺個地下 ，OK， 然後嘅人起，非常之好 ，OK 嚇。我哋可以用手掌又得啦，另外用手踭啦，可以試下。係啦，可以手踭，係啦。咁咧呢個咧動作咧，我哋一樣嘅咧訓練到我哋整個核心嘅肌肉。呢個動作咧，只要咧你屋企有一個嘢咧，唔一定要啞鈴嘅，總之係穩陣嘅嘢嚇，你揾條橡筋帶咧去箍住佢咧就可以做啦。OK， 咁咧呢個動作咧我哋咧會點做啊？首先我哋咧。會將條橡筋繩擺喺心口嘅中間，好似 Phoebe 而家咁樣。OK， 然後行遠一兩步 ，Phoebe 感覺到一啲張力，有啲 tension 咁樣。係啦，最緊要你開始感覺到有啲張力，然後就開始做呢個運動咯。係點做啊？我哋咧就會將隻手推前 ，OK， 定喺度，翻轉頭。推前，翻轉頭，就喺咧屋企都做得㗎嚇。你就咧行路 ，OK， 係啦。咁呢度啲地方好大㗎嘛嚇，咁自己喺屋企咧走幾轉 ，OK。咁唔一定用啞鈴嘅，咁可以咧用油啦，係咪？油係啦，咁或者咧你可以 backpack 裏面咧袋住啲嘢重啲，係啦。咁呢個咧。動作咧我哋需要咧嗰個寵物咧係真係要重少少嘅即係你覺得咧即係要啲力先可以拎到嘅。咁咧因為當你做嘅時候咧，其實你嘅核心咧你當你要揸呢邊揸啞鈴，其實咧你另外一邊嘅肌肉咧
係訓練緊嘅。我歪咗，係啦，即係佢一路行一路咁，一路行一路咁，一路行一路咁，咁啱唔啱咧？就唔啱啦。係啦，手踭一邊手踭，係啦，枕向地下，枕向張席，然後另外個膝頭哥掂地下 ，OK， 嘅人咧一直線 ，OK， 然後可以噏起啦，係啦，就係咁樣，咁咧佢就會訓練緊咧我哋咧側邊嘅核心嘅肌肉，趴喺度，我哋手掌大概擺喺呢個位 ，OK， 擺喺個頭上邊或者擺落啲都得，OK， 然後咧即係基本上咧就係咧用力輕輕推起嘅人，去到呢個位就得啦，翻落去趴喺度，再上落翻去，係啦，嗱，發力嘅方法係點咧？記住唔好用邊度發力，唔好用 lower back， 唔好用腰，係用咧肩胛骨，我哋諗住咧用我哋嘅肩胛骨，用背脊中間呢啲肌肉發力。Super Woman， 好，唔該晒，係啦，咁點做？係啦，哇，有得飛緊，好似 Iron Man 咁樣。OK， 落翻嚟，好，重點都係唔好咬腰咬得好犀利。其實我哋咧呢個動作咧係 pat pat 係背脊發力嘅。OK， 咁呢個動作極度有效，但係亦都唔易做。咁所以咧都有啲禁忌特登同大家講。有啲咩人咧唔好做呢個動作唔好做呢個動作。即係當然佢腰痛好勁啦，有啲椎間盤突出嘅人啦 ，OK， 有啲即係骨質疏鬆嚴重嘅骨質疏鬆嘅人啦，有啲本身有啲頸椎病嘅人譬如呢啲咧都我就唔係 recommend 去做呢啲動作。